漢語聖經協會錄製，猶大書。耶穌基督嘅僕人雅各嘅弟兄猶大，寫信俾嗰啲被召在父上帝裏面蒙愛，受到耶穌基督保守嘅人，願憐恤、平安、慈愛多多咁加俾你哋。親愛嘅弟兄啊，我好迫切咁想寫信俾你哋，論我哋同得嘅救恩，但係我更加想寫信勸你哋，要為從前一次過交付聖徒嘅真道竭力爭辯，因為有啲人偷偷地入咗嚟，就係自古被定受刑罰嘅，係不虔誠嘅，將我哋上帝嘅恩變作放縱情慾嘅機會，而且唔認獨一嘅主宰，我哋主耶穌基督。從前主救咗佢嘅百姓出埃及地，後來就將嗰啲不信嘅滅絕啦。呢一切嘅事，你哋雖然都知道，但係我仍然要提醒你哋。又有不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嘅天使，主用鎖鏈將佢哋永遠拘留喺黑暗裏面，等候大日嘅審判。又如所多瑪、俄摩拉同周圍城邑嘅人，都照佢哋一樣嘅行淫，隨從逆性嘅情慾，就受永火嘅刑罰作為鑑戒。呢啲發夢嘅人，亦一樣係咁樣污穢佢哋嘅身體，輕慢主權，毀謗在尊位嘅。天使長米迦勒為咗摩西嘅屍首同魔鬼爭辯嘅時候，尚且唔敢用毀謗嘅說話罪責佢，只係話主責備你啦。但係呢啲人毀謗佢哋所唔知道嘅，佢哋本性所知道嘅事，同嗰啲冇靈性嘅畜生一樣，喺呢啲事上竟然敗壞咗自己。佢哋有禍啦，因為走咗該隱嘅道路，又為咗財利一直走向巴蘭嘅錯謀，又喺可拉嘅背叛中滅亡啦。咁樣嘅人喺你哋嘅愛席上同你哋一齊飲食，正係礁石。佢哋做牧人，只知餵養自己，無所懼怕，係冇雨嘅雲彩，俾風吹蕩，係秋天冇果子嘅樹，死而又死，連根拔出，係海裏面嘅狂浪，湧出自己可恥嘅泡沫，係流蕩嘅星，有墨黑嘅幽暗為佢哋永遠存留。亞當嘅七世孫以諾曾經預言呢啲人話：睇下，主帶同佢嘅千萬聖者降臨，要喺眾人身上行審判，證實所有嗰啲不敬虔嘅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嘅事，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講頂撞佢嘅剛愎說話。呢啲人係私下議論，常發怨言，隨從自己嘅情慾而行，口中講誇大嘅說話，為咗得到利益嚟諂媚人。親愛嘅弟兄啊，你哋要紀念我哋主耶穌基督嘅使徒以前所講嘅說話。佢哋曾經對你哋講過，末世一定有好譏誚嘅人，隨從自己不敬虔嘅私慾而行。呢個就係嗰啲引人結黨、屬於血氣、冇聖靈嘅人。親愛嘅弟兄啊，不過你哋就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喺聖靈裏禱告，保守自己常在上帝嘅愛中，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，直到永生。有啲人存疑心，你哋要憐憫佢哋；有啲人你哋要從火中搶出嚟，搭救佢哋；有啲人你哋要存懼怕嘅心憐憫佢哋，連嗰啲俾情慾沾染嘅衣服都應該厭惡。嗰位能夠保守你哋不失腳，
叫你哋無瑕無疵，歡歡喜喜站立喺佢榮耀之前嘅我哋嘅救主獨一嘅上帝。願榮耀、威嚴、能力、權柄，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歸於佢，從萬古以前、現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